东番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入省丹地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《东番记》13之2。而鸟虫中基，东番独是标，古佛吉，古山丘，四通中国，今即日生。将传智慧民，从良烈士诸恶，往往一机语，有无益以美乐，诸气暴炎，当暂缓之类，一击落宝披甲。干为之故意，虚装之，一见华人一族，宣服脱裤，急步亦装之，不管不理，罗以出入，自以为以干运。《东番记》13之2，受海贼侵略，甲中国人贸易。台文翻译。海贼使用火药。足大的长枪、鸟喙枪，但是东番人、台湾人，敢若会晓使用标枪，所以拍袂赢海贼。东番人徛伫山区了后，开始和中国有往来。生理买卖才寥寥啊加压起来。时间一个久，徛伫漳州、泉州所在的从良、烈士等港口的人民，有的会晓讲东番的土话。甲东番人做生意，用马勒、灰啊、布料、盐、糖等物件，甲因交换鹿仔肉、鹿仔皮和鹿角。汉人送因一寡旧衫，东番人甲当作是宝贝收起藏，和汉人见面的时会穿衫裤，事后会搁脱衫裤，因为唔甘穿。
台湾人得到布料，油丸卖收起来放。另外，台湾人无咧织帽啊，嘛无咧穿鞋啊，时常赤身裸体，四界行，四界去，因感觉安尼较简单，较利便。以上内容是由陈洪正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